6月14是世界关火人日，不过全台湾即阵啊拢真欠火。台北关火中心表示，若以6月14这天来看，这火库的总存量只剩4天，A 型的火是欠上介济，敢若剩3.4天尔，是希望大家莫因为疫情就停止关火习惯。哪一种水比较欠？我很欠。 疫情加上黄霜雨影响关火意愿，各地火库又搁出现欠火情况。在世界关火人日即天，各地关火中心拢号召大家来关火。这个不用担心了，不用怕了，可以来捐的。因为欠血的关系嘛，希望大家来捐血。 有民众讲，家己接到关火通知就进来啊！台北关火中心就表示，顶礼拜火库库存量会使讲是历来上低，各种的火型拢剩2天尔。14这天火库的总存量剩4天 ，A 型的火剩3.4天，呼吁民众踊跃关火。另外，捌感染新冠肺炎的人，复关了后买当关。政府它在对民众的一些对这个防疫的措施上面都有相关规定。那我们捐血部分的话是更严格，稍微严格一点点哦。我们都是间隔14天以后，那你的身体状况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，都可以加入我们捐血的行列。 台北关火中心就表示，欠火若是临床用火真无方便，医疗品质甲病人的安全嘛拢受到影响。以台大病院的例来讲，过去病人的血红素降到8以下就会当安排输血，即马欠火变作爱到7以下才会当做，真正需要大家来斗相共。记者陈嘉木、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。